今年7月有一个有生7礼拜的妈妈，迄当阵是坐台北市的公华巴士，不过说是因为公车紧急打动，害伊滑倒，婴仔就落体。今日早起，这受害翁仔某伫咧市议员陪同之下，是出面指控讲，这公车业者态度真傲慢，敢若想要用6000块就来赔钱解决这件代志，而且佫不忘讲这交通裁决做出来的事故鉴定书，甲这事实无符合，讲这台北市的公运处根本就是咧甲业者斗相共。也若针对这件代志，台北市的交通局是表示，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画面当中，查甫人的后壁有一个查甫人准备要刷卡为后门落车，才刷卡了，人就跋一大倒。为对着后门的监视器画面，搁看一解，准备要落车的查甫人刷到刷卡机的边仔，正手先扶好扶手，刷下来倒手来监评，但因为紧急打动，一时间拨出去，结果台北市交通裁决所的事故鉴定意见书说讲是查某乘客无还好案造成的，驾驶并无责任。车监会竟无视客观事实及证据，作出违反客观事实的书面报告，指称被害人未紧握扶手，严重灼伤车监会的公信力。受害者本人罗太太会在台北市议员李明贤的陪同之下出席记者会指控，7月15号，伊坐公华巴士2次7号这一班，造成一年开将近几百万。真无简单，才透过试讲成功有心的囡仔，才7礼拜大就死亡，伊真心痛。迄当时才听到囡仔心跳无到1礼拜的时间。我不晓得在场的你们能不能体会，对，求子这么久，结果就这样一跌。小孩子就是开心2个月，瞬间又跌到谷底。市议员李明贤生气，但事故鉴定书一期有包庇嫌疑，更加不满台北市公运处过程当中拒绝提供影像。公运处还威胁我说，公布影像就有法律责任。我不晓得我们的政府到底是在保护业者，还是在保护人民？那依照后续的程序当然可以进入复议或司法途径，那后续也会配合相关的一个调查。防指控的公华巴士回应，并不是只有赔6000块，是已经提供1万块的慰问金，但有人坚持是乘客无还好案造成的。前车刹车，那我也是跟着刹车，有造成这个乘客他可能没有紧握的部分所以他可能产生一个跌倒的状况。案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不过司机离塞车的过程挂耳机，北市交通局表示这是无稳准的行为，已经裁罚9000块。记者林俊培做台北报道。